而家又係關二哥解碼嘅時間啦，各位朋友，而家咧就北京咧就傳出一個消息，就話咧喺毛澤東紀念堂嗰度咧，準備開闢一個江澤民就偉大嘅領導人江澤民嘅紀念室。準備咧喺佢100週年誕辰嗰陣時咧就開放咁講，咁啊呢個就係一個新嘅咩嚟㗎啦，咁啊究竟點解會咁咧？咁啊講下毛澤東紀念堂咧，就係毛澤東喺1976年去世之後咧，當時係華國鋒做主席啊嘛，咁就決定咧就保留佢嘅遺體，就建立呢個毛澤東紀念堂，咁啊就供呢個後人咧就瞻仰佢遺容咁樣。咁而家每年咧每日咧都好多人去，咁後來咧就打倒四人幫之後咧，咁有啲人就提出，佢話佢毛主席佢本身就建議火葬，但係你而家喺度咁樣搞嘅，即係保留佢遺體，仲要搞個紀念堂喺天安門廣場度咁樣搞，啱唔啱咁樣？好多人提出。咁但係鄧小平咧就主政後咧，佢就話當時搞係唔啱，但係而家拆咧亦係唔啱嘅。咁最後咧，後來咧就增加咗幾個人，即係第一代領導人即係嘅紀念室包括呢個周恩來、劉少奇、朱德。咁後來呢個陳雲同埋鄧小平去世後咧，亦加咗佢兩個室，咁就而家就有呢個毛周劉朱鄧陳即係幾個第一代領導人嘅紀念室咁就呢個。咁今次有人提出咧，就呢個江澤民要咁樣搞，要設立江澤民嘅紀念室。咁如果係咁樣，以後係咪代代領導人代代嘅核心即係100年後咧，都要喺嗰度設一個室咧？比如胡錦濤設唔設咧？胡錦濤咧，佢就冇封到佢做核心嘅，係咪就係有啲人就希望為呢個習近平主席100年後樹碑立傳咁咧？啲人就提出嚟嘅咁啦如果你係代代嘅領導人都喺度設一個室，根本就因為就裝都裝唔晒咁但係呢個咧，究竟呢個傳言咧，究竟係真定唔係真？因為如果係建立一個咁嘅紀念室咧，就唔係一般即係而家嘅領導人隨便講一聲咁就得嘅，一定要通過呢個黨代會，甚至呢個人大會議咁作出決議先得嘅，呢個所以咧，我覺得咧呢單嘢咧就究竟係定唔係就好難講但係咧就從呢個江澤民逝世之後，習近平親自主持
對佢嘅呢個悼念活動咧，就差唔多佢嘅規格咧都相當於好似陳雲啊、鄧小平啊嗰啲咁萬幾人嘅追悼會總之搞到好隆重咁樣啦咁可能為以後嘅核心咧就樹立一個板咁咁而家咧就特朗普咧好快就要嚟中國訪問啦。咁而家咧就有人咧就提出咧，就話希望咧即係特朗普咧估計咧就會嚟中國咧就會提出呢個釋放壹傳媒創辦人黎智英嘅問題。咁聽講話有人咧亦提出話呢個咁可以同佢傾作為交換條件咁就希望佢放鬆對呢個放寬美國放寬對呢個放寬對香港嘅制裁作為交換條件啦咁又有個咁嘅傳言話會呢個政府會同佢即係中國方面會同佢傾咁但係咧就有人就問到呢個外交部發言人佢嘅究竟你點睇對呢個問題咁佢話唔得噃佢話任何人都唔可以妄想犯咗罪以後可以不受懲罰咁講咁但係呢個會唔會攞嚟做交易咧即係中方會唔會交易咧咁呢個咧就亦唔係完全冇嘅。你以前啲民運人士魏京生王丹、方勵之夫婦都係咁樣放出去噶嘛所謂保外就醫咁但係都係呢個美國總統嚟訪問嗰陣時提出嚟，最後乜嘢咁？但係當時就有啲唔同，一個咧就當時咧中國咧就係強調開放，尤其對美國開放亦有求於美國，尤其係加入世貿呢個最關鍵嘅問題咁但係咧而家嘅路線咧就係呢個仲係鬥爭係戰狼會唔會咁樣嚟妥協咧？咁就好難講啦。而且暫時咧仲冇乜嘢需要美國非美國嚟幫手不可嘅咁所以咧我估計咧就起碼今次咧就呢個好難會話咁快，尤其係而家新鮮滾熱辣，啱啱先判咗刑咁唔會咁快話呢個攞黎智英作籌碼嘅咁但係我估計咧亦唔排除有咁嘅可能性因為佢畢竟78歲啦，你一路韞到幾時如果係韞到佢喺監獄中死咧，咁就影響就唔好噶啦。講老實話咁一定會，所以亦唔排除以後會將佢作為一個籌碼嚟交易作為外交上嘅交易，但係我估計今次咧就暫時唔會咁樣。咁而家咧就美以同呢個伊朗打仗咁嗰個霍爾木茲海峽咧就被呢個伊朗佔咗，就關閉咗咁呢個好多國家都好大嘅損失又特別係中國，因為中國好多石油咧都喺中東度運翻去噶嘛，要經過嗰度喺波斯灣嗰度咁聽講而家美國咧就提出要求呢個同法國、南韓、日本、中國
一齊嚟保衛呢個霍爾木茲海峽嘅呢個運輸嘅安全咁樣，話大家一齊嚟搞。咁呢個都唔係冇先例嘅，因為而家咧護航中國已經出咗幾十成百批護航艦隊去呢個非洲嗰邊啊嘛，非洲之角嗰度都試過啦嘛，都係大家作為一個國際上嘅大家個海軍嘅合作咁樣啊嘛，咁佢而家又提出霍爾木茲海峽嚟共同護航美國。咁咧好多人咧就認為咧呢個其實係想將中國一軍嘅。你如果係參與咧為咗自己嘅商船船，尤其係油船嘅安全啲航行你參與咧，就變咗好似認咗佢美國係大佬咁由佢嚟統籌咁樣咁但係你唔參加咧咁你第日你嘅商船好，呢個郵輪好喺嗰度出咗事咧，又冇人理你咁認為咧係特朗普其實係想將中國一軍咁講咁但係不過咧而家仲未即係而家咧仲係私下喺度提出交換意見，仲未有正式喺外交上展開呢個即係磋商香港咧就呢幾日咧就發生咗乜嘢咧？就有間學校，咁就呢個啲學生寫作文，就講到雪糕咁但係咧個老師咧就居然咧就話佢唔錯嘅，應該寫冰淇淋冰淇淋，因為大陸就係講冰淇淋啊嘛咁所以引起啲家長咧就相當反感啦因為香港你都係習慣講雪糕㗎嘛咁。不過我覺得咧，你由呢件事咧就啲老師啲學校咧就有啲太過分咗，因為冰淇淋咧或者冰淇淋咧其實亦係英文譯音嚟嘅啫 ，ice cream 咁你就佢大陸咧，佢往往佢咁嘅譯音咁亦唔等於用冰淇淋咧，就係更加民族化、更加愛國其實就譯音嚟嘅啫嘛但係如果譯做雪糕咧，就呢個更加形象人哋一諗就諗到係乜嘢，係好似係糕咁樣，但係雪嘅係冰嘅咁就乜嘢？所以咧有啲嘢咧就唔使咁死板，喐下都要即係跟住大陸嗰啲譯法咁當然咧有啲人名乜嘢咁你可以即係如果統一大家按邊度嘅譯法咁樣就有乜嘢啫？但好似講雪糕，而且你呢個香港人百幾年嚟都係譯雪糕，一講雪糕就知道係乜嘢嘅咁你啲細路仔細個就食咁樣咁你講冰淇淋咁有乜意思啫咁所以咧就其實我早就講啦，呢個喺呢個回歸前本來咧就回歸即係公眾假期啊嘛，香港有原來咧就英女王嘅誕辰係呢個英女王嘅生日係呢個公眾假期，仲有一個咧就所以咧後來咧就取消咗啊嘛，仲有一個重光節重光節就取消咗認為咧其實都唔係呢個重光，都唔係咩嘅而係呢個俾翻英國人喺日本人手中，所以冇乜嘢。咁本身咧我就覺當時我已經話啦，你都戇居嘅呢個當時重光唔係話恢復英國統治咁簡單，
而係香港結束3年零8個月嘅日本法西斯嘅統治啊，重新呢個，而且英國當時係呢個同盟國嚟㗎嘛啊，係啦，而且就算係呢個東江縱隊啊，都同呢個同英國人並肩戰鬥㗎嘛啊，咁啊特別有黃作梅為首嘅一批人啊，喺香港嘅人啊，後來仲去被英女王授勳㗎嘛啊，咁呢個咧就係一方面，另外一個咧佢當時咧就話唔要重光節啦，改一種宗教節日。宗教節日啦，佢話你有西方嘅聖誕節係公眾假期啦，啊，咁你應該咧就有一個中國嘅節日，中國嘅宗教節日，咁啊，最後就改咗呢個佛誕啊，釋迦牟尼嘅誕生嘅日嘅生日攞嚟做公眾假期。咁我話其實咧就呢啲人咧就似乎係好愛國，但係咧就根本就唔係，就唔知點解係佛教係來自印度噶嘛啊，根本就唔係中國土生土長嘅宗教嚟噶嘛啊，咁如果你係真係要咩咧，就道教啊，揾道教啊嘅假期先係啊嘛啊，所以有啲嘢咧就香港有啲人咧就一愛國起嚟咧就不知所謂嘅愛到啊，即係不管歷史係點樣有即係一連常識都冇嘅，所以從今次呢個連雪糕都作為呢個錯咧，就我覺得就矯枉過正啦嚇。好啦，今日咧關於歌解碼咧就講到呢度啦，多謝大家收睇，再見。